宏福苑嘅慘劇令到坊間更加清楚了解到工程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喺屋苑維修嘅角色。綠豆團隊以至係其他媒體都好努力為大家揭示兩者之間錯綜複雜嘅利害關係。小業主喺大廈維修呢一個資訊不對等嘅情況之下，有冇方法可以將小業主嘅風險降到最低？宏福苑大火引發公眾關注大維修工程涉及嘅圍標問題，矛頭直指工程顧問以及承建商，但其實涉及嘅關鍵角色仲包括屋苑嘅管理公司同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層。一直被引用作為反圍標嘅成功案例，發生喺10年前荃灣麗城花園3期，一眾小業主成功將1億4千萬元嘅維修費腰斬一半，都唔夠7千萬元。過程亦都反映出工程圍標嘅關鍵操作。1991年落成嘅荃灣麗城花園3期有7座大廈，一共2296戶。2012年接到屋宇署嘅修葺令，需要維修大廈外牆結構、更換排污渠喉馬同埋清拆晾衣架。不過法團當時並唔係第一時間就招標進行修葺工程，而係先換走原來嘅管理公司富寧物業，轉聘港深聯合物業管理。而家已經揾唔到記錄，法團當時係以乜嘢理由更換管理公司？但係睇翻新換嘅港深聯合之後，被揭發牽涉唔少物業管理嘅爭議。最受注目係喺2015年，公司擔任青衣長安邨管理公司嘅時候，被傳媒爆出有死人授權票出席業主大會投票，21萬蚊買嘅垃圾桶。另外，亦都將一個160萬填平水池嘅工程拆細成為223張單進行，去避開法例要求嘅招標同埋報價。曾經協助麗城3期居民嘅反圍標大聯盟召集人趙恩來話，管理公司可以接觸到法團機密文件，掌握整個屋苑嘅情況，亦可以控制業主同埋住戶接收到嘅屋苑資訊。如果屋苑成為圍標集團嘅獵物，通常都會拉攏管理公司嘅經理或者係工程主管。如果管理公司能夠同呢個圍標集團係一夥嘅時候咧，咁其實對於圍標集團到最後鋪排部署呢一個嘅樓宇維修圍標嘅部署咧，咁其實係方便咗好多嘅。你如果做大維修嘅時候，有個情況就係突然間嗰個法團或者有人咧去到撤換呢個管理公司咧，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呢個情況有點兒可疑嘅。新管理公司港深聯合上任之後，法團喺2014年6月以18萬5千蚊聘請國浩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做大維修工程顧問。由於金額未有超出屋苑全年預算開支嘅2成，所以唔使經業主大會投票，法團可以自行決定。不過按測量師學會當時嘅估算，工程顧問合理市場價格大約係230萬蚊，對比18萬5千，實在係相差得太大。當時亦都曾經有住戶質疑有關嘅費用不合理地咁低，因為有關合約包括建築師、測量師、認可人士等提供專業服務，並且係長達3年。麗城3期法團其後曾經解釋，係因為需要維修嘅範圍同埋規模擴大咗，所以先至顯得顧問費並不相稱。工程顧問公司喺大維修工程入邊可以話係最關鍵嘅角色，因為佢除咗喺招標之前負責為屋苑進行前期樓宇勘探，建議業主需要做啲乜嘢嘅工程，亦都會撰寫標書。喺招標過程入邊，亦都會負責評核入標嘅承建商，然後向業主建議挑選邊間承建商。如果業主本身並唔熟悉維修工程，工程顧問可以話係主導晒成個招標過程。到工程展開咗，工程顧問仲要擔任監工、驗收等角色，由佢決定工程結果係咪收貨。若果工程顧問冇盡到職責，業主亦都未必察覺到工程涉及偷工減料或者係質素有問題。圍標集團其實過去咁多年，過去10幾20年，個手法其實冇變到嘅，就係貪小業主一啲貪小便宜嘅心態。
咁其實就即係小業主佢唔喺呢個市場做開，其實佢唔知價嘅。好大程度上，如果有一間顧問公司去到入標嘅時候，就會揀最平或者偏平嘅一啲嘅顧問公司啦。咁但係圍標集團就好睇準呢一個嘅小業主嘅心態，咁佢哋就會去到揾一啲叫做超低價嘅入標嘅價格，去到搶呢啲嘅工程顧問翻嚟啦。因為其實佢要賺錢，其實絕對唔係喺個工程顧問嘅費用度賺錢，佢要賺嘅係圍標成功之後，承建商能夠俾到佢嘅一個回佣。咁其實佢免費幫你做都仲得嘅。2014年10月，工程顧問郭浩曾經向法團提交報價，指若果只做屋宇署命令要求嘅基本工程，估計係2800幾萬。不過法團喺2015年5月就表示，打算趁機一次過進行其他維修工程項目，並且附上問卷向各個業主收集意見。不過去到2015年6月業主大會上面，並冇只做基本工程嘅選項，反而提供咗3個工程估價，分別係8500萬、1億4000萬同埋3億3000萬嘅大維修方案俾業主做選擇。最後當時投票揀咗1億4000萬元嘅方案，每戶就要夾5至7萬蚊。當時唔少業主覺得唔妥，於是就自行組織關注組跟進。之後事態出現重要嘅轉折，郭浩喺2015年8月辭去工程顧問，去到9月，一眾嘅小業主亦都投票換走港深聯合物業管理，法團主席、秘書同埋師傅等等隨後宣布辭職。跟住再有超過700名小業主出席特別業主大會，以超過80%嘅業權份數議決推翻麗城花園3期維修工程。法團之後再次就工程顧問招標，喺2015年12月截標嘅時候，公布有32間顧問公司參與競投，但係就未有公開有關嘅投標價。而入標公司之中，亦都有多間工程顧問曾經涉及其他屋苑嘅天價維修工程爭議。2016年3月，法團改組，關注組成員高票當選組成新嘅法團，同時小業主投票否決聘用工程顧問，決定直接聘用獨立嘅建築師進行勘探、草擬標書等嘅前期工作，但係就唔需要繼續擔任監工同埋驗收嘅角色。喺招標方面，亦都唔將所有嘅工程以一張標判俾單一嘅總承建商，而係將工程項目拆細招標。麗城花園3期佢都有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嘅，佢就 total 有7棟嘅住宅樓宇，但係佢就唔係7棟一齊招標嘅，佢係2棟、2棟、3棟咁樣去到招標嘅。咁而我哋睇翻其實嗰啲招標翻嚟嘅承建商咧，咁倒翻轉頭咧就會出現咗情況，就係平時我哋睇一啲大維修工程去到進行去到參與嘅一啲工程公司咧，其實就會比較少去到出現，反而出現咗一啲中小型我哋所謂嘅正當公司去到入標啦。咁而到最後嗰個工程嘅價錢亦都係相應平咗好多嘅。不同嘅工程界業內人士都向我哋反映，唔少承建商如果知道一啲大維修工程係由某啲涉及圍標集團嘅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佢哋都唔會去入標競投工程，因為佢哋喺評審嘅過程之中，好大機會係得唔到公平嘅評分而落選。就算一旦中標，亦都可能被刻意刁難，因為唔係自己人而不斷被要求重做工程，結果血本無歸。所以有唔少嘅承建商因而避開大維修工程嘅市場。而將工程拆細，除咗可以將串通嘅機會減低，亦都有助吸引更多中小型嘅公司入標，提高市場競爭。麗城3期嘅法團唔單止將工程項目拆細招標，亦都將工程顧問本身嘅監管角色分拆，分開聘請工程監理、工料測量師，各自獨立計數，交由法團進行核數，按照合約發放工程嘅費用，而且定期安排工程公司同小業主進行交流，解釋工程進度，甚至安排小業主直接巡視。當時法團形容做法係互相制衡、獨立監察。
最終整個維修工程嘅費用由原先嘅1億4千萬降低到6950萬。不過趙恩來直言，麗城花園3期嘅經驗難以完全複製。佢話麗城3期業主有包括建築師、律師等等嘅專業背景，佢哋有能力同埋願意付出大量嘅時間，直接投入維修各個環節嘅工作。業主之間亦都有良好嘅溝通同埋互信，先至可以出現呢個正面嘅結果。另外，而家嘅政策已經同當時唔同，小業主收到屋宇署強制驗樓令，又或者使用市建局嘅招標妥申請政府資助，都必須要聘用工程顧問。政策上強制要用工程顧問，但係點解政府又冇確保佢哋有嚴密嘅監管呢？